月18號星期日咧，見報周潤發咧陪跑10公里喎，咁真係諗下，咦佢唔係跑全馬咩？咁喺67歲嗰陣時咧，我已經見到佢參加呢個半馬嘅馬拉松噶咯喎，咁今年應該係晉升到跑全馬啩咁原來咧真係有原因嘅。周潤發咧原來咧率領陪跑幾位藝人咧，就加埋都有幾百歲嘅明星戰隊參加跑10公里，而我見到鮑起靜都喺度讚佢話佢咧喺度打救，亦都喺度鼓勵肥波74歲嘅鄭則仕咁佢都有身體健康都有出問題嘅。咁亦都有同行嘅老師咧，劉江79歲一起衝線喎。咁呢啲人間有情嘅愛心影星咧，真係不可多得give money, give heart, give strength。呢一種咧 running buddy 係陪跑亦都係真係叫做 send a big gift 即係送埋大禮，出錢出力出心係嘛？咁尤其是咧我喺幾年前咧就見到蘇絲黃咧就出咗條片咧，就喺度讚周潤發嘅。因為佢哋兩個咧同年齡啦，亦都係好好朋友。咁有一次咧喺中環咧，佢就相遇兩個，咁見到蘇絲黃咧拐下，咁周潤發咧就建議佢咧跟佢跑步，咁亦都咧其實咧周潤發都好積極叫啲藝員嘅，咁去行下山咁樣，咁跟佢行山嗰啲都好多人㗎喎，好多藝員嘅，包括咧有吳君如啦，亦都有張達明啦，咁但係嗰陣時張達明咧身體係唔好嘅，即係有病，咁都跟佢去勸佢去跟佢行山做下運動，咁仲有廖啟智啦，咁廖啟智咧由發仔提起佢咧，就話佢喺咁多人裏邊咧跑步圈中人，佢係最出眾嘅咁又積極啦，同埋好持久亦都咧佢跑步嗰個姿勢咧又輕盈啦，速度又比發仔之上喎，咁連佢哋嗰個coach 教練即係佢都識得睇人嘅喎，佢係睇到藝人咧都稱讚廖啟智咧係好用心因為佢係你係睇得到嘅即係做運動嘅人咧，你睇得到佢用唔用心嘅。咁而蘇咧亦都提及到咧發仔行山嗰陣時咧，佢係好有時間觀念嘅，亦都咧會俾人哋早到嘅咁又冇架子，亦都樂於助人亦都係好積極叫啲圈中人咧嘅行山人士咧，好多時候都俾會提點佢個時間表咁有唔同時段㗎嘛，係嘛？咁同埋咧，佢呢班群組嘅人咧都好中意跟佢做運動嘅，咁不過咧就好似廖啟智咧就喺2021年咧就過咗身，而周潤發咧因為咧知道蘇絲黃近年身體唔好啦，咁就會同佢揾個教練咧鞭策佢教佢做運動，咁竟然咧就教練唔係俾自己喎，係俾蘇即係你真係唔話得㗎咁而且咧做完運動之後咧，仲要發仔咧就會同佢鬆骨鬆筋骨即係摸下邊度穴道咁幫佢喺度練即係做埋按摩師添。咁由朝頭早咧7點咧做運動之後咧，咁跟住去食早餐啦。咁而每一次咧，發仔做完呢啲咁行山活動咧之後就當去食早餐嘅時候咧，啲藝人咧全部都係佢埋單㗎咁即係近年咧就多咗好多人咧都跟佢行山跑步咁喺蘇絲黃嘅口中咧就讚不絕口當然咁我哋都睇到㗎嘛，係咪？
咁喺佢做咗幾個月之後嘅運動係絕對有進步嘅，佢自己咁講啊。咁啊，呢位國際巨星咧，即係佢嘅作風咧就好低調嘅，亦都嗰個生活咧好平民化嘅，好貼地啊，親民啊。咁啊，經常咧喺啲出入平民嘅街坊食肆嗰度噶。咁好多時候咧，佢去行山咧，期間咧都好多啲群眾都好想幫佢影相啊，係嘛？希望呢個 wild capture 野生捕獲啊。咁啊，其實佢個人真係好隨意嘅。70歲嘅人嘅發仔咧，佢嗰個狀態咧驚人，毫不修飾㗎嚇。咁佢其實係有磁場，亦都睇得上去咧。你覺得佢好有健康同埋體魄。佢比起佢自己嘅歲數咧，更加年輕同埋令人哋咧好敬仰嘅明星嚟㗎嚇。咁啊嗱，我又講開咯喎，喺呢個渣打咧個香港馬拉松咧就叫做俗稱係渣馬。咁好多人問到我都唔識咩叫渣馬嚇。咁啊，其實咧真係唔知啊。咁啊，唯有就去 research 去了解下啦，係嘛？原來咧都有好多項分類嘅喎。唔同人數、距離、本地、非本地收費都唔同嘅。咁尤其是咧全馬咧，咁啊有距離嘅喎，42.195公里咧，大約咧就嗰個6個鐘頭嘅全程啊。咁啊名額咧就有18000人嘅。咁啊參賽者咧個報名費咧就係港幣600蚊。而半馬嘅馬拉松咧就係21.0975公里。咁呢個係屬於咧係進階挑戰全馬嘅，即係有呢個準備下呢個半馬就咁係3個鐘頭就跑完㗎啦。咁啊名額咧就係25000人。本地參賽嘅收費咧係港幣520蚊。而第3個呢個10公里咧就係大約咧50至90分鐘就完成㗎啦。嗰個名額就31000人。本地參賽者咧就收費港幣420蚊，非本地參賽者咧就係美金70蚊。咁啊，輪到呢個10公里嗰個輪椅賽咧就係名額20人。本地參賽收費咧就係港幣350蚊，而非本地參賽者咧就係美金60蚊。10公里嗰個輪椅體驗賽咧就名額40人。本地參賽者咧就收費港幣350蚊，非本地參賽者美金60蚊。咁啊講開咧，佢個起源咧就原來係1992年同埋1993年咧已經有2屆㗎咯。咁係屬於港深馬拉松嘅跨境，係上水至到深圳。曾經都停辦過，係迎接呢個1997年嘅回歸。嗰陣時咧超過1000人參與嘅。咁由1997年嗰個首屆嘅渣馬咧，渣打銀行贊助過原來。咁啊復辦呢個馬拉松咧係由港深馬拉松嘅各國嘅港地移師期間咧就有唔同嘅港島啊兩地到而家。咁尤其是而家2000年嗰陣時咧引入呢個全馬、半馬10公里嘅3種賽程啊。參賽人數咧就破咗紀錄啊！咁尤其是05年嗰渣打咧又更加發起呢個全球嘅馬拉松嘅聯賽。從此咧就演變到咧國際認可嘅重要嘅里程碑，係咁多。